我知道，我不该对你说这些话，但是我就是克制不住我自己。我不想给你带来困扰，我只想让你知道我对你的心意。宣虎来了多少人？听说50人。才50人？不会吧？来者的访客是有人数限制的，他们才不会乖乖听话呢。少君怎么没来？二郡主喝得烂醉，半路把韩少君给拦截了。少城主，为何不见城主？母亲身体抱恙，不能来赴宴，特意叮嘱我一定要照顾好诸位。我没这么多规矩，诸位随意一些。开席吧。紫竹，紫竹，二郡主，韩某只能送到此处，先行告辞了。不要走，韩少君。自从那日被困在陷阱，你来救我，我就总是忍不住想起你。你喝醉了。我知道，我不该对你说这些话，但是我就是克制不住我自己。我不想给你带来困扰，我只想让你知道我对你的心意。清醒些了吗？既然不想给我造成困扰，那不该说的话就不要说。你的心意就算是死，也应该永远烂在肚子里，因为我根本不想知道，更不想让芊芊知道。可三妹她根本就不喜欢你，如果她喜欢你，她会至今都没有拒绝裴恒的婚约吗？我会让这个婚约作废的。为什么什么都是陈芊芊的？